杨玉将军一到这儿，摆明就是皇上的人，这摆明就是和咱们已经撕破了脸。这么看来，皇上他肯定早就知道了我们的行动。你动摇了？没有，我只是这么想的。齐胜他现在已经加强了戒备，我们的预谋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得手。所以今日我才要说与北漠正面作战，这样一来，齐胜必定会出战，而他一旦亲自出战，我们就有了下手的机会。哎呀，九弟，你糊涂呀！话这么说虽然是没错的，可是皇上亲征这一条千万不能是咱们说出来。你想，你这么一说出来，是不是给咱们招来嫌疑了？是我有些心急了，那咱们只能在军营里动手了。刚才你说齐胜会有所戒备，但是咱们能想到的，齐胜也能想到。正因为他知道咱们不敢轻举妄动，所以我们现在动手，正是最佳时机。啊？现在就动手？事不宜迟。那我呢？你要好好利用齐胜对你的信任。我已经有了一个万全之策。你说。我的办法就是，预先支走齐胜营帐周围的守卫，趁守卫懈怠之时，由你赵皇带着死士们进入齐胜的营帐。我去？我万一露了馅了呢？那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必须要在他对你们怀疑之前进行刺杀，绝不给他求救的机会。等到事成之后，你一个人走出营帐，给我发一个信号，我看到信号就会立即赶过去处理后事。我怕我到时候真会被吓尿的。现在只剩下我们2个人了，成败在此一举，千万不要吓尿。报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少了一个。是赵王还没来，让你说话了。走了，不管他了。九王吩咐我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。准备。去，不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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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。要下雨了，你们也累了，都回去歇息吧。回皇上的话，保护皇上是卑职应尽的职责，不敢懈怠。这是圣旨，难道你们要抗旨吗？都下去。是。
一个也别放过！是。这是哪儿吗？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什么时候换作战方案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也不知道呀。皇上，是我来保护你。你在这添什么乱？跟你们拼了！兄弟们，上！等等，我要暗器。中！二哥，你这是……都给我拿下！是。皇上，他这是……我没事，让他留在这儿吧。你们先下去。是。走，都带走。来，是，走，走，快点，走。三弟，你还记得，你我二人是兄弟。我一直把你当做兄弟，没有把你当做皇上看，所以我才敢跟你顶嘴，所以今天才会出来救你。你呀，这是撞了南墙才回头，见了棺材才落泪。为何不一开始就选对了人呢？唉，说白了，我这人就是贱。哎，你夺走了我最心爱的女人，我原本是恨你的，我恨你为什么夺走了，却不好好珍惜，我甚至想杀了你，但是你偏偏有时候给我一些小恩小惠，虽然我嘴硬，不领情，但是我心里一直都挺感激你。哎，皇上。
地上凉。小时候，你就经常与朕这样坐着说话。三弟啊，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，可是你老是把自己的心藏起来。我原本打算恨你到底的，可是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你去死，我实在是做不到。我承认，我是个怂人。这件事上啊，我也怂了。今天要杀要剐，就随你了。三弟。阿哥，应月的事情，是朕对不起你。三弟，这个事情我早就想开了，不怪你。你我之间的恩怨，今日就一笔勾销。以后，你要好好的帮朕打江山。我可是曾经害过皇上的人，三弟还能信我？朕早就笃定，你是不会害朕性命的。三弟啊，论智慧，我真是一辈子都输给你了。对了，你刚才所说的独门暗器是什么东西？啊，这个是皇后娘娘亲自研制的，我走的时候绿篱送给我的，让我遇到危险的时候拿出来一撒。野外行军赶上雷雨天气，莫要骑在高头大马上。你个子高，头顶上的盔缨又比别人高半尺，雷公就喜欢捡你这样的屁。是他。皇上想娘娘了。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顾不上想那么多。你先回去吧。